咁你覺得中國嘅富豪應該係利用財富去創造就業，定係話直接咁樣去幫助窮人呢？歡迎大家嚟到本台 facebook.com/KTSF26 嘅 fan page 嚟發表你嘅意見。我哋嚟睇睇呢個星期我哋觀眾嘅留言啦。星期三，三藩市紡谷區光天化日之下發生入屋搶劫案，匪徒挾持華裔受害人，同時大肆搜掠。鄰居亦都表示曾經多次被入屋行劫。Ellison 對事件表示憤怒、沮喪同埋害怕，到底類似嘅事件幾時會停止？ Jody 就呼籲所有人都應該留意四周嘅環境，有可疑就報警。地富反又話治亂世用重典。另外，華人進步會訪問咗超過400個三藩市華埠餐館工人，發現大約一半嘅工人薪酬係低於最低工資，有20%人工作每個星期係多於60小時。留言嘅粉絲都表示不感到意外。Jiro 認為就算多啲遊客嚟到，餐館老闆都唔會增加工人嘅工資。Billy 就問工資是否係將小費計算在內。地富反右就呼籲要公開名單，抵制嗰啲唔俾最低工資嘅餐館。